多謝 Burberry 送咗個超級驚喜嘅絲薑病解藥俾姜糖，呢張全方位藥單應有盡有，超有感嘅反差萌，大爆 Lava 幕後的秘密同姜媽嘅溫馨回憶。姜姜親自為糖圍上頸巾之餘，仲送上2026加強版在心中金句俾糖，超級特效藥係難得一見嘅姜鑑式殺嬌姜姜，直擊姜糖心臟，幾都企唔穩，咁不如坐定定，慢慢嗒下呢劑絲薑病解藥先。2026嘅新動向，希望可以儲多一隻 album 俾大家可以面世，喺2026年自己可以出多啲歌，繼續着住 Burberry 嘅衫亂粒粒咁樣行落去之外，仲有機會有 album 可以送俾大家添。我都唔肯定，但係我哋睇下點。老實講，開完呢個演唱會好似都暫時冇咩目標啦，已經係都想休息一段時間。不過休息完之後咧，就好快我嘅巡迴演唱會咧，好快就要舉行啦。咁第一站就喺英國，係啦。咁今年幾想去一次日本嘅，好似都幾耐冇去。咁日本落雪都好冷。除咗日本之後，仲有英國啦，係啦。今年巡迴可以去英國，咁就可以喺英國嗰度着呢個 Burberry 嘅衫啦。2026嘅新目標就希望除咗 tour， 希望一切順利之外，都自己嘅作品上面都有一啲大家喜歡嘅一啲情歌。係咁大家都知道大家嘅 feedback 喺個演唱會嘅時候，中意聽我唱一啲情歌。咁今年嘅目標，除咗巡迴演唱會之後，梗係想做多啲作品俾大家聽啦，係啦。我諗聽到演唱會大家有啲 feedback 咧，大家都好喜歡我唱一啲情歌啦，係咪？咁所以今年可能情歌都會出多翻少少嘅，係啦。時尚嘅呢個元素咧，喺保暖之餘，如果你想時尚啲嘅話咧，就梗係着呢個 Burberry 嘅經典嘅風衣啦。咁你想再時尚啲嘅話咧，咁梗係攬多條 Burberry 嘅頸巾啦。咁呢一件事就會令你喺冬天入邊成為街上面最靚嘅一個男仔或者一個女仔啦，就係街上面最靚嘅仔。Oh my god！ 呢個真係好嘅問題。其實除咗可以着得又靚又保暖，咁大家除咗揀 Burberry 嘅衫同埋頸巾之外，都希望大家可以飲多啲凍水，唔係熱水。係，如果飲多熱水咧，你身體就會好。係，咁你身體一好咧，着咩都會自信。但係最緊要着啲咩可以令你更加自信，就係着 Burberry 嘅衫。係。所以就飲多啲暖水，加上着 Burberry 嘅衫。我覺得最實際嘅就係唔好出街，係就唔會受到一啲冷空氣嘅攻擊。想出去，但係一出去就好似被攻擊咁，好凍。被咩攻擊啊？嗰啲冷空氣。咁跟住第二個就係飲多熱水。我覺得飲多熱水係其實無論夏天定冬天，其實都係好保暖嘅一個好方法。我想同2025年嘅自己講啲咩？好感恩你過去嗰一年，咁識得去保暖自己啊，係啦，即係 even 有時，就算天氣唔凍嘅時候，心入邊凍嘅時候，你都依然揀咗 Burberry 嘅衫去着。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好感恩自己一件事情，所以希望新嘅一年都可以繼續着住 Burberry 嘅衫，暖粒粒咁樣繼續行落去，加油！最大挑戰就係嗰9場嘅個人演唱會啦，係。其實大家有所不知，我每一次一落台跳完每一 part 舞嘅時候，下邊都預備咗好多氧氣樽俾我。所以我哋有個開場儀式，就係每一個工作人員喺下邊 stand by 嘅時候都要吸一啖氧氣樽，感覺就係完咗啦，好好啊，係啊，多謝大家。非常之開心，大家咁支持我啦，係啦，咁梗係嚟緊，我會繼續努力嘅。不嬲，我同我之間嘅 fans 有冇乜太多嘢講，就係在心中就得噶啦。我覺得就係咁，今年就用情歌在心中啦。咁我記得我好似細個，我阿媽係買嘅第一條頸巾就係 Burberry 嘅頸巾嘅，係我好記得嗰個時候，係因為都知道 Burberry 嘅頸巾係一個好經典嘅一個單品啦，係咯，咁所以諗起頸巾都一定會第一時間諗起 Burberry 嘅頸巾。咁所以我阿媽送俾我嘅頸巾嘅時候，佢都有教我點樣去打頸巾嘅一啲球法咁樣。咁又有3個方法嘅，3個方法都各有千秋。咁以下我會示範俾你哋睇啦。去片。
拜拜。